哇不得了啊！喺2026年一開始咧，已經遇上咗一套咁好睇嘅劇，太好啦！人靚景靚，故事好，題材寬闊，調子輕鬆唔沉重，絕對係閒時煲劇嘅天花板類別啊！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 劇是煲的媽。今日我想同大家講嘅係一套韓劇，叫做《愛情怎樣翻譯》，12集嘅劇集喺 Netflix 全部上架，可以盡煲。呢套劇一上線，甚至好多人為咗佢而通宵啊！以下呢個影片係喺唔劇透嘅情況之下，講呢套戲有咩咁好睇，有咩咁吸引，而有咁多人鍾意呢？我嘅頻道係以煲劇為主題，如果你都鍾意煲劇嘅，請你去訂閱我嘅 channel 劇是煲的媽，咁就會定期收到唔少嘅劇集資訊㗎啦。好，返返主題，我哋講返愛情怎樣翻譯。呢套劇絕對適合推介俾一啲想舒服地、輕鬆地睇好故事、睇靚人、睇靚景，並且想有驚喜嘅煲劇人士。咁呢套劇咧點解咁好睇咧？我形容佢係一個吸睛全包套裝，係啦，佢所有基本吸睛嘅地方咧，全部都有，包括人啦、故事劇本啦，同埋景物，全部包裝晒。呢套劇好睇嘅地方就係國際性，佢喺度韓劇啦，但係有日本演員福士蒼太嚟到去加入，係佢首次出演韓劇劇集。咁呢套劇入邊咧，所以就唔少嘅日文對白啦。而除咗韓國靚景之外咧，又會去到日本取景啦，去加拿大啦，同埋意大利。哇，當中你會睇到好多好靚嘅風景同埋景點啊，讓你真係目不暇給啊，好似去咗個旅遊特輯咁樣。而當中除咗日文之外咧，英文啦，同埋意大利文嘅對白啦，所以咧成套劇咧真係好國際性啊！好啦，講到演員方面，一定要講男主角金宣虎。哇，原來好多人咧對佢好有期待嘅喎。從 Startup 啦、海岸村、苦盡甘來遇見你，好多觀眾咧都係第一次睇呢個演員嘅劇咧，就會中意呢個演員嘅，包括本人都係。咁再有呢個劇嘅出現咧，實在令觀眾好多期待啊！而且呢個演員咧過去係因為一啲嘅新聞啦，而令到佢沉寂啊。但係好多人咧都對佢好期待，所以今次佢以一個男主角身份出現嘅時候咧，係真係令人好期待嘅。而且睇完成套劇之後咧，你實在會好滿意佢嘅演出啦，並且會更加中意佢啊！佢真係將呢個角色發揮得淋漓盡致。仲喺劇裏邊咧，當佢咧望住女主角嘅眼神啦，嗰啲嘅錯過啊，或者一啲嘅遺憾、一啲嘅畫面嘅時候，當個鏡頭咧拍住男主角嘅眼神望落去嘅時候咧，哇！你真係覺得呢一種揦住心痛嘅感覺啊，真係好睇到呢個演員演得非常出色。咁女主角就係高允貞啦，佢咧曾經演過《機智住院醫生生活》Moving 異能。普遍上咧都得到劇迷嘅喜愛嘅，而呢套劇嘅裏邊咧，佢唔單止美貌啦，劇入邊有唔同嘅性格面向所帶出嚟嘅女性特質咧，都係做得好吸引嘅，讓我哋一班觀眾大飽眼福，並且係十分滿意。雖然男女主角咧年紀相差10年啦，但本身真係睇唔出啦，並且佢哋拼埋一齊嘅時候咧，嗰個心動感、嗰個 CP 感真係爆燈啊！呢個故事嘅編劇咧就係金牌導演洪氏姊妹啦，《主君的太陽》、《德魯的酒店》都係呢兩位導演嘅筆下之作，所以呢套劇嘅故事應該係讓人期待嘅，結果都真係不負所望。所以基本上咧呢套劇咧係完全符合晒吸睛全包套餐，所有嘅項目咧都係爆燈高分嘅，呢一個咧已經冇得輸啦。講到故事題材啦，劇本係出於金牌導演啦，都讓我哋有所期待。而佢本身嘅題材咧都係好新鮮、好吸引嘅。男主角咧係一個咧精通多國語言嘅口譯員，即係口語翻譯啦。佢可以由一個外語去翻譯咧到一個你可以明白嘅語言嘅一個專家。但係當佢遇上女主角，大家都係講韓語，男主角咧佢係唔明白對方講啲乜嘢。喺呢個衝突位裏邊去開展呢個故事，由誤解到 decode 拆解，到嘗試理解同埋明白對方。劇名《愛情怎樣翻譯》當中嘅翻譯係語帶相關嘅，除咗講緊字面嘅翻譯之外咧，係延伸至情感中嘅翻譯。就係呢個根基之下咧，再加埋劇情推薦咧，成個故事都係好有趣，別出心裁。另一個好睇嘅地方咧，就係故事推進同埋分集聯繫係非常緊湊嘅。每一集咧大概1小時啦，但會講到好多嘅劇情，唔會有拖劇嘅時限。基本上一追落去嘅話咧，你係想一路追落去，一劇到尾。如果唔係因為有身體需要瞓覺呢個實際需要嘅話，我相信好多人都會一次過睇晒。所以觀眾如果你想睇呢套戲嘅話，請預好時間，盡量預留充足嘅時間俾你可以睇幾集。如果你時間真係唔夠嘅話，請你預備好大嘅力去克制自己，讓自己要停落嚟，咁就做好呢個煲劇心理準備啦。
不過咧，唔少觀眾咧去到大概中間啦，第7、8集開始咧，就會有啲開始唔耐煩啦、唔明白啊，有啲唔係太中意嘅感覺啦，就係唔知道咧點解咧劇情要咁樣推進。我自己覺得咧，編劇咧、導演咧，其實佢唔係只係純粹拍一套純愛情片咯，個劇咧佢係想表達更豐富嘅信息，所以佢加咗一啲嘅題材落去，讓我哋咧推進到中間嘅時候咧，好似有突然之間一種怪嘅感覺，就係咧喺一個甜蜜故事嘅裏邊咧，好似分叉咗一啲嘅課題，繼續去探究，所以睇嘅時候咧係會有少少覺得唔舒服嘅感覺，因為呢個 CP 感同埋甜蜜感咧突然之間有啲其他嘅枝節咁樣。詳情咧我會喺另一個係會有劇透、劇情解釋嘅影片當中去講，稍後會上載平台，歡迎大家 click 嚟睇。想補充呢樣嘢咧，只係如果觀眾打算去睇呢套劇，睇到中間大概第7集之後，你會覺得有怪嘅感覺啦。我想講係好正常嘅，不過仍然鼓勵你睇落去，因為呢套劇係冇爛尾，佢係完整咁交代同埋描述喺劇裏邊一啲未解釋嘅疑問，令到成個故事更加完整。喺觀看性嚟講咧，係未必咁流暢，但喺完整度裏邊咧，呢個劇本係算交代得清晰。講呢套劇嘅調啦，唔同劇嘅類型咧會有唔同嘅調子嘅。咁呢套劇係咩調咧？基本上咧係容易入口，入口即溶嘅調，就係嗰種嘅滿足感同埋愉悅感，容易睇，人景故事嘅質素都偏高，氣氛輕鬆有趣唔沉重，就係呢個調啦。所以真係好適合喺閒餘嘅時候揾到舒服劇嚟煲啊，消磨下時間又可以 sweet 下。基本上我係大推呢套劇，畢竟我覺得消閒得嚟又高質素嘅劇真係好有佢嘅重要性。呢套劇嘅定位咧，同埋收到嘅效果咧，令我聯想起上年喺 Netflix 上映嘅日劇《浪漫的鳴者》，同樣都係煲劇 CP 值爆燈之選。不過相較之下，愛情怎樣翻譯係更豐富、更寬闊、更有高度嘅作品。題外話，關於《浪漫的鳴者》，我有一個前度介紹片，歡迎大家有興趣 click 嚟睇下。好，咁我概覽性咁喺唔劇透嘅情況之下，對愛情怎樣翻譯呢套劇做咗前度介紹，推介俾大家。如果大家已經煲完呢套劇，我有另一個影片更詳細去講下呢套劇有咩好睇嘅地方，稍後上載平台，歡迎大家 click 嚟睇。我嘅頻道以煲劇為主題，如果你都中意煲劇嘅話，邀請你訂閱我嘅 channel 劇是煲的媽，咁就會定期收到唔同劇集嘅前度介紹同埋劇情剖析。如果你對愛情怎樣翻譯有任何嘅想法、感受，或者對我呢個影片有任何嘅意見，歡迎喺底下留言。今次就講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